咩啊？我笑你哋唔緊就龍哥咯，有乜理由喊啫？龍哥唔想我哋喊噶嘛，龍哥係想我哋笑啊！又一位香港超級配角與世長辭，人稱緊哥阿緊嘅馮淬帆喺11月1號星期六突傳過世嘅消息，享壽81歲。阿馮淬帆呢喺呢個星期五，即係31號嘅上晝8點呢，仲有更新佢嘅 Facebook 嘅。而4日前呢，佢先至悼念咗佢多年嘅老友 Ben 史雄、許紹雄。而家連阿馮淬帆自己亦都與世長辭，令到喜愛佢嘅粉絲呢都係震驚不已嘅。馮淬帆係喺10月28號星期二發文，佢話一早打開手機就睇到許紹雄妻子傳嚟嘅消息，得知對方喺凌晨病逝。咁因為佢亦都話咧係冇乜好驚訝嘅，因為佢呢一年以嚟咧都係有同許紹雄嘅太太咧保持聯絡，知道Ben 史雄嘅病況，不過咧依然係萬分不捨嘅。佢係咁寫嘅，佢話真係走在我的前面，泛着淡淡的哀愁。阿馮淬帆好難過咁話，人生就係咁噶啦，終須一別。兩個人咧相識咗50年，但係超過一半嘅時間咧都係分隔兩地，已經好耐冇見面啦。自己年紀比阿 Ben 史雄大，又病入膏肓。佢亦都話賢弟那邊等，餘兄隨後來。未諗到呢幾日之後呢，竟然係一語成讖，佢哋呢兩位超級配角呢就會喺天上嗰度相會啦。講翻馮淬帆嘅生平啦，佢係祖籍呢就係廣東嘅順德。1944年呢係一個粵劇世家裏邊呢係出世嘅。佢爸爸馮鏡華呢就係一個粵劇武生同老生。媽媽吳惠龍咧，亦都係粵劇名伶嚟噶。佢哋兩個人咧，一共咧係育有4女1子。馮淬帆咧就排名第5，其中佢嘅大家姐同三家姐咧都係粵劇演員嚟噶。1950年6歲嘅馮淬帆咧就隨家人咧係遷居到香港。8年之後佢爸爸咧由於香港粵劇沒落咧就返廣州做戲，但後嚟咧就因為文化大革命咧而下落不明嘅。咁4位姐姐嫁人離家之後咧，佢同媽媽兩母子咧就靠住微薄嘅房租相依為命。咁喺高2嘅時候咧，亦都去過報社咧係打工補貼家用嘅。畢業之後咧，佢本來打算咧就去台灣讀大學，但係因為家境唔允許咧而冇去到嘅。咁馮淬帆呢係喺1965年呢係加盟當時嘅麗的影星嘅，咁展開佢嘅演藝生涯啦。咁主演過幾部嘅劇集。咁同時咧，亦都係獲得電影導演楚原咧邀請係拍呢個黑玫瑰系列嘅第3部《紅花俠盜》嘅。而呢部戲咧，亦都成為咗馮淬帆喺電影幕前嘅處女作。咁從此咧就投身咗呢個影壇啦。咁佢亦都係成為咗楚原嘅首席徒弟嘅。喺1968年馮淬帆就加入咗 TVB 無線電視。佢嘅老師咧就包括有陳友厚咁啦。咁咧亦都咧係做咗 TVB 首部長篇電視劇《夢斷情天》，佢係主角嚟噶。咁亦都有同譚炳文姜中平佢哋咧係兼任配音嘅。咁1970年代咧，佢多數喺70年代開始咧，佢多數咧就係集中拍劇啦。咁喺1976年咧，佢曾經咧係轉投由呢個 TVB 轉投去呢個佳藝電視咧做呢個節目監製嘅。咁至到1978年佳視結束之後咧，就返咗無線，就做監製兼演員嘅。但係近年即係近呢20幾30年咧，大家對馮淬帆最深嘅印象咧，就當然就係導演啦。咁佢喺1983年起咧，就拍咗呢個《奇謀妙計五福星》演出咗呢個風聲系列嘅電影啦。亦都咧喺1987年咧就演出咗一系列精裝追女仔同埋呢個最佳損友嘅呢個電影，令到佢咧喺觀眾裏邊咧係留下呢個經典嘅形象嘅。咁譬如咧喺呢個精裝追女仔入邊咧，馮淬帆咧就做劉定堅啦，就擁有一間堅記車房，為人咧就孤寒刻薄，對啲下屬好似交通燈同吳準少咧就諸多挑剔，係唔係就扣人工。譬如最經典一場戲咧，就講佢有一次為咗博取戲裏邊蔣麗萍嘅歡心
咁啊狂掃嗰啲收縮水啦，仲將但係咧就被人整蠱啊，即係將啲收縮水咧混入咗佢一啲沖涼水嗰度，結果咧就搞到馮淬帆咧就縮成就變成咗一個人球咁樣，仲被誤認為咧係智障人士。呢一幕咧，相信大家有睇過精裝追女仔嘅咧都知道啦，一定係非常之經典嘅。咁而另一個馮淬帆嘅經典咧，當然就係最佳損友系列裏邊嘅牛精帆啦。喺最佳損友裏邊咧，佢最出名嘅咧，除咗好抵死演出咧，就係嗰啲對白啦。講佢咧就因為咧係一個粗口佬，但係咧就對住啲靚女又唔可以講粗口喎。牛精帆點樣呢？咁譬如出現咗啲對白啦，譬如話金山產你個提子，蜜瓜你個椰子，金山產你個沙田柚。咁呢啲咁嘅假扮粗口嘅對白呢，就當陣時呢睇到大家呢係捧腹大笑。亦都呢係成就咗香港影壇嘅一啲喜劇嘅經典場面嘅。阿瑾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性格嘅人嚟嘅。雖然頭先講嘅五福星系列啦、精裝追女仔系列同呢個最佳損友系列呢，係為佢帶嚟咗好多嘅名和利啊。但係佢呢喺曾經呢生前接受訪問嘅時候講過佢係自己係為咗5斗米先至呢係好揾食呢，先狂接呢啲自己從來唔喜歡嘅笑片嘅。至於點解喺80年代呢啲人會發掘佢做笑匠呢？馮淬帆呢就話自己都不明所以，仲話呢一系列嘅搞笑電影雖然令佢呢係被稱為笑匠但原來呢冇一部呢係佢自己中意嘅。可以反映到呢馮淬帆呢真係對呢個戲劇呢，其實佢有佢嘅堅持，不過為咗揾食呢，就冇辦法拍一啲呢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好中意嘅喜劇嘅。佢唔單止係唔中意啲咁嘅喜劇更加呢對拍呢批喜劇嘅導演呢，王晶呢係作出好強烈嘅抨擊嘅。晚年嘅馮淬帆就話自己不屑拍呢啲咁嘅作品之外呢，亦都係曾經特別點名同佢合作嘅王晶導演，話佢係一個王八蛋亦都話呢王晶呢害咗好多人好慘嘅，亦都呢只有王晶拍嘅戲呢實在太離譜啦。佢直頭咁講話，我就唔明點解香港觀眾咁中意睇王晶呢啲戲啦，我就叫佢冷氣。我呢真係覺得呢拍咗呢啲戲呢係我一世人嘅恥辱添。原名馮兆勤嘅瑾哥喺1986年呢就已經係攞咗中華民國嘅身份證㗎啦。之後呢，佢就移居咗呢個台灣啦，就一個人呢就喺林口嗰度生活嘅。其實佢晚年呢，近呢10年8年呢，其實作品已經係鋭減㗎啦，好難得先出翻嚟㗎。譬如2023年即係早幾年呢，佢難得呢回歸大熒幕啦。當時呢亦都有神采奕奕呢咁出席呢個開鏡儀式，睇嚟呢身體都仲係好硬朗嘅。但係今年5月呢，就因為身體不適嘅關係呢，就住咗院2個月。當時呢血氧濃度係非常之不足，需要靠氧氣機呢輔助呼吸。個鼻嗰度呢就插住啲醫療用嘅鼻喉管，面容呢係非常之憔悴嘅。當時面對健康亮起紅燈，馮淬帆亦都無奈感嘆，佢話畢竟年紀到啦，不由得你，只好認咗命佢啦。而呢位精彩嘅王牌配角，而佢咁耐嘅精彩人生呢，亦都喺呢個時候呢，終於畫下呢個句點啦。